護士係一個好具挑戰性嘅行業，未來個需求將會好大。健康護理實務課程除咗教識我課本上面嘅知識，仲有好多同護理有關嘅臨床技術，例如係一啲量度生命表徵啦、派藥、急救同埋扶抱等等嘅技巧，喺我中學入邊，即使係讀生物堂或者化學堂係完全學唔到嘅，可以提早一步知道專業護士日常工作，更好咁裝備自己成為專業嘅護理人員。咁我學習咗一啲理論課程，咁亦都做咗好多次實習啦，咁就會令我哋對呢個護理專業技巧非常之熟悉。導師咧都好 nice， 好專業，佢哋平時課堂上面咧都會用一啲好生動嘅描述，令到我哋更加容易明白。我哋好鼓勵同學喺修讀醫護行業之前咧，能夠修讀健康護理實務課程嘅，因為從中你可以更了解究竟呢個醫護行業裏邊有啲乜嘢個工作嘅職責、職能，以至係工作嘅細節係點樣樣。APL 嘅課程俾我哋外出可以去參觀公立或者私立醫院啦，呢一啲嘅活動體驗可以令我去提早熟習關於護士嘅工作，真係可以幫助到我喺未來可以應用出嚟。咁我喺暑假嘅時候都參加咗 APL 嘅延伸課程啦，咁就去咗照顧一啲有特殊需要嘅人啦，咁就幫佢哋量血壓、度下體溫、分配下佢哋食飯。咁我記得有一次就係要幫一個工友量血壓啦，但係佢就發脾氣啦。咁我哋就唔可以好似對待常人咁樣去對待佢哋嘅。另外對護理行業有更全面嘅認識。讀完呢個課程之後，令我嘅志向更加清晰。咁所以報讀大學嘅時候咧，我都會揀一啲同護理專業相關嘅學科。咁我都好開心可以修讀 APL 健康護理實務嘅課程啦，令到我成功入到大學嘅護理系學士，向我嘅夢想出發。